今仔嘛是咱的总统大签的就职满1周年哦。早起总统发表谈话，针对3届车祸向罹难者个家属来致哀，嘛强调讲中央会甲地方合作来协助家属理清原因。今仔总统的演说讲到甲美国关税谈判的进度，嘛表示讲政府会来成立主权基金投资国际市场。总统嘛强调讲，无任何总统会当来违背民主自由。5月20日，总统罗清德就职满1年之间，伊公开发表演说，头起先针对新北3级8大高速外口的严重车祸，对罹难者和家属致哀，嘛向车祸受伤的民众表达关心。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小组，中央相关部会和地方政府会携手合作，积极协助家属，并尽速厘清事故发生原因，检讨改进。罗总统伫记者会顶悬，嘛向民众报告这1年来国家拄长的挑战、成果和未来的规划。罗总统表示，台湾过去长期戒严，有一些先进的牺牲拍拼，但互台湾成做亚洲的民主灯塔。针对国内各地发起的公民运动，罗总统表示肯定，认为面对民主的纷纷扰扰，应当爱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。伊表示会拍拼促成中亚对外来加强政党合作。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，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，期望朝野政党领袖，无论政治立场为何，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，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，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，坦率、真诚交换意见。经济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，罗总统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，协助国内产业在全球布局。台海政治方面，中国军机军舰嘛继续对台湾四周骚扰，国际媒体嘛关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。罗总统回应讲，会继续强化军事采购、经济联性，也有国际合作，以避战来避免战争。我们也积极跟国际友盟共同合作，肩并肩，发挥威慑的力量，以备战来避战，达到和平的目标。第4个是，我在这里再次重申，只要对等尊严，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。罗总统嘛表示，行政院有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，编列4100亿的特别预算，除了支持产业和安定就业来强化经济、照顾民生，也有强化国土安全韧性。其中有1500亿是5万用来提升国家韧性，包括起造军品仓库、建立饮用水供电设备，也有规划巡防舰艇等等。罗总统希望会当得到中央的支持，让台湾在国际变局当中继续安稳向前行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